大家好啊！喺大概1年前度呢，我就分享過一個事情㗎，就講翻啦香港一啲手機嘅維修部門，咁啊最主要呢就係官方嗰啲啦。咁基本上呢，現時嚟講，你攞一部機過去維修呢，佢哋大部分情況都會同你講係壞底板㗎。咁因為呢，咁樣嘅講法係永冇得拖，兼且呢係可以收你一筆費用啊。嗱，收你幾多呢？大概通常呢等於個機嘅價錢㗎。維修底板或者叫更換底板呢，基本上啊，大部分嘅手機都接近1000蚊或者過千幾蚊噶啦。除非你部手機本身只係600-700蚊左右啦，不過佢都會報到個價錢呢，同你部手機個價值呢係差唔多噶。一係你就唔需要維修，唔使煩到佢哋啦；一係嘅話，你真係維修，佢哋就可以有錢賺啦。其實喺我之前呢，其他頻道裏邊嘅影片提及呢個相關嘅香港一啲手機嘅官方維修店嘅問題嘅時候，其實都有好多人呢係表示身同感受噶，紛紛呢分享翻自己過往喺呢啲官方維修部遇到一啲經驗啦。大部分呢都係話佢哋同你講係壞底板嘅，所以呢就要換底板等等啦。好多人呢亦都講咗，其實佢哋根本就唔識維修，只係識得喺個配件嗰度呢更換嘅啫。簡單去講咧，呢啲維修部門咧就唔會做一啲焊接類嘅維修噶啦，純粹幫你換咗某啲嘢，譬如話換咗個屏幕、換咗個底板等等，佢哋就會做嘅。嗱，其實以前咧我都分享過2個事件噶啦，同呢一個香港嘅手機官方維修店咧係有關嘅。第一個事件咧就係一個韓國品牌嘅手機啦，咁我拎咗一部咧已經過咗保養嘅手機，就因為着唔到，我就問下佢有冇得整啊咁樣啦，咁佢就要收我大概120蚊嘅維修費嘅，咁啊拎咗部機咧翻去1個星期左右啦，就同我講咧係壞底板啦，咁啊問我整唔整？如果要整呢，就千幾蚊，咁我當然唔整啦，因為部機嘅價值呢，其實都係千幾蚊嘅啫。咁但係後來呢，我自己有少少唔心息啦，我就決定呢，自己喺淘寶嗰度呢，幫呢一部機淘咗嚿電翻嚟，然後嘗試自己呢去拆咗個底背位置去換電嘅。嗱，由於呢，我部機呢係要有少少開蓋嘅程序先換到電啦，唔係好似普通呢舊時嗰啲機咁就咁簡單開咗個底蓋就可以換到電，所以呢，我係有少少拆卸嘅工序呢係要進行噶。嗱，結果呢，換咗呢嚿淘寶買翻嚟嘅代用電之後呢，就竟然能夠開得翻機啊！咁證明咧根本就唔係壞底板，佢哋實際上咧都可能冇幫我檢查，就直接咧原封地喺1個禮拜後將部機俾翻我，兼且咧仲要收我120蚊嘅呢個檢查費添啊！第一件嘅事情咧就同華強北冇乜太大關係嘅，純粹係我自己喺疫情嘅時候，咁啊亦都唔想再拎去啲先達嗰啲地方問下有冇得維修啦，因為官方都咁樣答我啦，我純粹咧就係自己用最平嘅方法，幾十蚊淘咗一嚿代用電翻嚟解決咗呢個問題啦，亦都發現咧呢啲所謂嘅官方維修店咧有陣時係好唔老實嘅。好，第二件事咧就同華強北有關啦。話說咧我喺上年年底嘅時候就有親人咧有一部平價嘅手機啦，咁啊國產品牌嚟嘅，咁啊就壞咗咧嗰個充電位啊，咁啊拎去官方維修嗰度呢，明明係保養期間，但係竟然咧都話要收佢一個檢查費啊！其實我都諗唔明㗎，係咪蝦佢呢？係因為有個10零歲嘅年青人呢，所以就咁樣要收佢個檢查費呢？嗱，檢查完之後呢，就話壞底板喎，你換唔換啊？換嘅話呢，就可能都要800幾900蚊啦。部機呢，先至係700幾蚊買翻嚟，竟然個底板話要換到800幾蚊900蚊，都唔知佢哋呢點樣計數㗎。最後就冇換到啦。咁我就同翻呢個親人講，不如俾我拎上去華強北嗰度試下啦。咁就算唔得嘅，咁都冇嘢啊，都係白走一趟啫。最後呢，我就拎咗部機去華強北嗰度去試一試啦，咁啊話咗俾師傅知呢部機嘅問題，咁佢就話呢，有機會就係個接觸位嗰度出現咗問題嘅，係啊，但係呢，就裏邊呢，你充電嘅話呢，就出現問題嘅，充電呢係充得非常之慢嘅，咁有可能呢係嗰個充電位有問題，咁而家呢，就會俾呢度即係上次都係揾開換電嘅一位師傅呢去幫我睇一睇嘅，係啦，師傅麻煩你啦，幫我睇一睇部機，嗱，我知道咧，好多人啊，如果係嚟到華強北呢邊維修啊，都需要揀一啲可靠嘅店鋪嘅。咁其實唔單止係維修啊，你甚至乎係買嗰啲細型嘅電子產品都一樣啦。因為咧好驚俾人咧呃啊嘛。我哋港人喺過去呢10幾20年啦，或者係叫零幾年嘅時候，的而且確深圳呢邊啦，包括羅湖商業城啦，好多個店鋪咧都係揾我哋水魚嘅。可能佢賣一啲小型嘅電子產品，同你講嘅時候咧係點樣嘅功能啦，但係翻到去之後咧就發現咧，並唔係佢所講咁樣嘅，可能呢，有某一啲嘅部分呢，就同你介紹嘅時候呢會唔一樣啦，包括一啲電視盒子啊等等都係噶啦。想當年呢，喺嗰個年代啊，即係大概10零年前啊，我自己都喺呢一個羅湖商業城啊買過某一啲嘢，係瀨過嘢嘅。咁所以後來呢，有某啲產品呢，喺商業城嗰邊我係唔敢買嘅。咁當然啦，我相信現時啊今時今日嘅羅湖商業城呢，你話再出現呢啲咁樣呃人嘅情況呢，唔係話冇，但係真係少咗好多嘅。
話就話係今時今日可靠咗啫，但係你都要揾相熟㗎啦。好似我自己咁啊，維修咗幾次咧，都係揾啦 F03張師傅嘅。嗱，咁而家咧未封個底啦，師傅咧就要試驗下係咪充到電先嘅。嗱，而家就見到佢又頭先咧就冇顯示嗰個充電嘅，係啦。咁而家就換咗嗰個插頭咧，即係嗰個機裏邊嘅插頭位咧，就已經啱啱顯示到啦。而家俾5分鐘嘅時間佢睇下個充電情況係點啦。嗱，我師傅所講咧，其實就係因為呢度而家你變咗色呢個位咧，佢係入咗水啊。咁啊入咗水，所以咧其實時間一耐咗，佢都已經係腐蝕啊等等啦。所以咧個接觸嗰度咧充電都充唔到啦，變咗。好似我今次遇到呢啲問題咧，咁如果你唔想部機真係完全用唔到啊，變咗一部報廢嘅機咧，咁解決呢個問題咧就係130蚊嘅，係啦，換一換呢一個位。咁但係咧，因為每一部機嘅呢啲咁嘅位置咧，可能嗰個成本會唔一樣，咁所以咧具體嚟講都要過嚟咧揾翻師傅去報一報翻個價錢啦。嗱，因為有一類咧，佢可能會係一個咁樣嘅形式嘅，咁呢啲嘅價錢又會唔一樣嘅。你大家見到咧，佢嗰個位咧都會唔一樣。係啦，咁所以大家就留意翻過嚟咧報一報價。咁但係當然啦，你事先如果你都唔肯定係邊一個位壞咗啊等等咧，就過嚟去了解翻先，因為可能係電池嘅問題，可能係部機嘅底板問題等等噶嘛。咁大致上咧確認充到電之後咧，咁而家師傅就開始幫我裝嵌翻部機啦。大致上個邊咧都封好咗啦，一陣咧再將呢一個底殼個位咧放埋上去就得啦。嗱，反正咧呢部機咧最後就整好翻啦。咁我自己呢位親人咧都一路用到去今年，現時都仲用緊嘅。咁有陣時咧真係啲官方維修店咧都幾靠害啊！無啦啦咧就同你講壞底板，你真係換咧又變咗交智商稅。因為個底板咧就已經係仲貴過部機嘅價錢嚟噶嘛。咁今集呢一個手機維修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若然你都有一啲關於香港呢邊啊手機官方維修店谷鬼氣嘅事情要分享嘅，都可以留言話一話俾大家知啊！我哋下條影片再見。